大家好，依家展現喺你眼前嘅呢一幅畫面，你係咪覺得滿眼嘅金碧輝煌，滿眼嘅歐洲奢華宮廷風啊？呢度唔係歐洲，呢度係佛山，呢度係佛山嘅羅浮宮國際家具博覽中心。總括嚟講，呢度應該係喺順德樂從，羅浮宮係順德樂從嘅地標性建築，而且佢仲係國內首個獲評國家4A 級旅遊景區嘅家具賣場。你有冇聽講過一個賣家私嘅地方，佢居然可以係國家4A 級旅遊景區啊？依家我所企嘅位置係羅浮宮嘅金色大廳。羅浮宮係有2個好有名嘅景點，第一個就係呢一個金色大廳。羅浮宮亦都係好多攝影愛好者同埋中意影靚相嘅女士們中意嚟嘅網紅拍攝打卡點。依家隨住我嘅手機往下移，你可以見到呢一條金色嘅奢華大道，兩邊都係家居嘅展覽館。喺金色大廳，我係最中意抬頭睇嘅，因為佢天花上邊有大量嘅西式嘅壁畫，而且呢啲壁畫咧，佢都係配咗有燈飾嘅，襯托起嚟係非常之奢華。睇下下邊佢呢啲家私嘅展覽館咧，都係歐洲嘅名牌，而且全部都係純進口嘅。呢啲就係西式嘅壁畫啦。喺金色大廳，我最驚嘆嘅就係佢有大量嘅西式壁畫。呢啲壁畫唔單止牆上有，頭頂都有好多嘅。據介紹，呢啲壁畫係由畫家們歷時3個月精心手繪而成嘅。我睇咗下佢壁畫嘅內容，好多都係聖母、聖子，咁可能呢啲都係聖經故事，亦都有拿破崙。如果你靜心欣賞呢，你會覺得自己係企喺一個歐洲歷史嘅畫廊上邊，自己係行到咗歐洲嘅文藝復興時期。呢度係羅浮宮嘅進口館，據介紹呢度係有近100個歐洲嘅進口家居品牌，係目前國內面積最大、品種最齊全嘅純進口家居體驗館。呢一幅圖係唔係聖子降世啊？依家我行上呢一條樓梯呢，係好多靚女中意着晚禮服企喺度影相嘅網紅拍攝樓梯嚟嘅。行到上2樓呢，呢度係擺咗一啲古典嘅歐洲家私，係標明唔可以坐嘅。金碧輝煌嘅金色大廳，除咗牆上、天花上有大量嘅西式壁畫之外，佢建築上邊都係歐洲嘅風格。比如話佢有好繁密嘅雕刻，仲有大量嘅羅馬柱。嗱，依家睇下我拍攝嘅呢一眼吊燈，跟住鏡頭拉翻落嚟，睇下佢兩邊嘅羅馬柱同埋地下嗰種好大嘅大理石花紋，係咪覺得呢度就係歐洲嘅宮廷啊？睇完金燦奢華嘅金色大廳，我跟住嚟到羅浮宮嘅第2個知名景點星座廣場。星座廣場係一個超大型嘅室內歐洲廣場，佢係歷時5年打造而成嘅。呢度係叫星座廣場，所以咧佢應該係有12星座嘅。咁佢其中有11個星座咧係鋪喺地面嘅。我嚟嘅今日咧啱好係擺婚宴啊，所以我係拍唔到佢嘅地面。地面係由大理石同埋玉石鋪成嘅。咁11個星座咧係鑲嵌喺地面嘅11朵花裏邊。點解得11個星座咧？你留意睇下佢呢個巨大嘅鋼結構啊，佢反過嚟睇咧就係水瓶座，所以總共係12個星座喺度嘅。環抱整個星座廣場嘅係典型嘅歐式嘅牆柱壁同埋拱，再現咗羅馬建築嘅經典同巴洛克嘅精工雕刻。因為佢擺住婚宴，所以我行埋去拍嗰啲雕刻啊。佢所有個窗上邊咧，旁邊都有一個唔同嘅雕塑嘅，而且係人像嘅雕塑。佢個表情神態咧都唔一樣嘅，栩栩如生。依家我只能夠企喺佢個樓梯度就近去拍下佢嘅雕刻，呢啲都係古希臘羅馬式嘅廊柱，巴洛克風格嘅雕刻。咁呢幾種歐洲經典嘅建築特色咧，係結合埋一齊，再現歐洲建築文化嘅歷史經典啦。喺星座廣場最引人矚目嘅，你第一眼就會睇到嘅，肯定就係呢個直衝雲霄嘅鋼結構。佢係用菱形同三角形固定結構，實現扭轉嘅雙曲線效果。佢係一個巨型嘅現代雕塑，有冇發現啊？佢唔係直接上嘅，而係扭轉上去嘅。佢就係12星座中嘅水瓶座。翻過嚟金色大廳，好多謝朋友 Amy 拍低我嘅拍攝狀態。羅浮宮係一個賣家私嘅地方，而且佢啲家私都比較高端嘅。咁你嚟到呢度，你唔買你都可以參觀睇下，而且佢呢度本身就係一個旅遊景點。呢度啲家私咧有好多係進口嘅，佢個家居佈置非常之唯美，你可以當成呢度係一個電影片場咁樣拍噶，好靚好唯美嘅。呢度係羅浮宮嘅1樓，企喺呢個位置，你就可以睇到整個羅浮宮好
輝煌、好巨大嘅結構。一樓係一個巨大嘅家具超市，應該係賣國內品牌佔多，但係都唔平㗎。我順口問咗一套沙發要15萬，咁我數咗下呢度嘅觀光梯、電梯都有10幾20台啊。喺目前嚟講，世界上最大嘅家居展覽館就係呢一個羅浮宮，佢嘅建築面積咧係有20萬平方米嘅。金碧輝煌嘅金色大廳係羅浮宮嘅進口館，呢度啲家私就更加貴啦，因為都係進口嘅歐洲知名品牌。今日帶大家睇咗佛山嘅羅浮宮，記得點擊關注我啊！好多謝你嘅點讚，我哋下次見，拜拜。